接下来介绍林树三先生的《春月》。天籁吟社是由林树三先生在日本统治时期创立于大稻埕，至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。树三老先生一生作育英才无数，对于推动汉学尤其贡献良多。民国41年，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先生特别颁赠锋利如林的匾额，褒扬他对教育和文化的贡献。林树三先生当年所吟唱的曲调，传唱至今100年，被学界和民间称为天籁调，被认为是台湾影响力最深远的吟唱曲调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吟咏乐社，当然要向天籁吟调的祖师爷致敬，所以安排了这首诗作。我们邀请到天籁吟社目前辈分年纪最高的前辈叶世荣老师。叶老师今年86岁，他是林树三先生的再传弟子，当年曾经亲自耳濡目染林树三老先生的风范，至今他依然念念不忘。所以我们当然邀请叶老师来吟唱太夫子的这首诗。大漠春月，历史任讲13太夫子为作，欠再生再弟子也谢迎人拜唱。春宵寒映尽乾坤，好景临来不相闻。我的万中别旧梦，多关花里调香魂，情结旧木秋难锁，各国团圆梦相存，旧烦我又失哟。秋江太江十分绿。